姓名：弟王子赵文宪。崇明。弟子沈荣洲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阔请辞，恳阔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自所自保，世所自保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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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或许今天导读完毕，感谢各位前贤慈悲。好，感谢文心坛主为我们导读。各位前贤晚安，拜拜。安，拜拜。拜。感恩啊！感恩啊！感恩！感恩灵认慈悲，感恩坛主慈悲，感恩啊！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认，各位护灵认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